今日嘅词汇还有记性，教本大家了。唔知大家有学会嘛？迄假使讲还蛮学会，咩唔是少。接下来系复习时间，接下来复习今日学到嘅记性。爱护节，爱护节，我负责，我负责。爱护节出作嘅，爱护节出作嘅。我负责擦桌子，我负责擦桌子。爱护节出单呢，爱护节出单呢。我负责擦椅子，我负责擦椅子。爱护节收地奶，爱护节收地奶。我负责扫地，我负责扫地。本，本，给，给。洗碗交本儿做，洗碗交本儿做。洗碗交给你做，洗碗交给你做。洗盘呢交本儿做，洗盘呢交本儿做。洗盘子交给你做，洗盘子交给你做。平手做下交本儿做，平手做下交本儿做。打扫厨房交给你做，打扫厨房交给你做。南西烟强，平手做下交本儿做，平手做下交本儿做。